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上，关于讨论东突厥斯坦人权状况报告并召开维吾尔人问题辩论的提议遭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卡塔尔、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19个国家的拒绝。乌克兰和其他10个国家投了弃权票。乌克兰国会议员伊娜佐松对维吾尔人面临的种族灭绝表示悲痛，并表示我将尽我所能向政府通报维吾尔人大屠杀的情况。乌克兰必须坚持人权，而不是专制中国。另一方面，10月7日，美国华盛顿地区的维吾尔人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驻华盛顿大使馆前举示威，抗议这些国家投票反对给决议草案。维吾尔人的亲生母亲拉比亚卡蒂尔女士就此发表声明说，我们对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关于维吾尔人的决议被拒绝并不感到失望，相反，我们凝聚了力量，对于中国外交部称其为胜利。拉比亚卡蒂尔表示，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西方国家的国际立场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失败，但对于维吾尔人这是一个胜利。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向支持我们的17个国家给钱，我们没有对他们施加压力。尽管中国强烈反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了投票，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了解了我们的邻居和兄弟，我们代表遭受种族灭绝并被关押在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维吾尔人，感谢这17个国家及其。美国周五将长江存储科技公司等31家中国企业添加到未经核实清单中，这些企业是美国官员无法核实的实体，无法证实他们是否具有负责人处理敏感科技出口的可信度。美国商务部推出新措施，限制先进半导体设备出口，以阻止美国的技术用于提升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出口商如果要将商品出口到名单上的公司，必须进行较多的审证调查，同时可能必须申请较多许可证。随着多地疫情反弹及相关防疫措施收紧，10月8日公布的9月在线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经历了3个月的夸张之后，重现收缩态势，录得49.3%，较8月下降5.7个百分点，为6月以来首次落至荣枯线以下。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对记者表示，一种温和版本的一国两制是解决中国与台湾冲突的最佳方式。他说，我的建议会是为台湾创造出一个能让人合理接受的特别行政区，也许不会让所有人都开心，那是可能的。我认为事实上他们应该可以达成一个比香港更宽松的安排。消息曝光后，台湾网络上引起热议。吉尔吉斯坦9日单方面取消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6个成员国在该国境内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吉尔吉斯坦国防部没有说明取消演习的原因。
上个月，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边防人员因边界争端发生冲突，引发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